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欢迎收看2月3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辛苦的警察人员，议长郭信良过年前来到新营市警局颁发慰问金，肯定因的贡献。当然，面对最近各界主管调动变换，议长认为这是一种能量的扩大，希望外界唔通过度联想。随着年关的接近，警察人员的勤务也愈来愈多。台南市会为了感谢辛苦的警察人员，3月上午，议长郭信良也特别来到新营的警察局表达感谢。同时送上慰问金，议长也针对最近有真侪分局长调动频繁来提出伊的看法。伊认为这是一种警察能量的扩大。警察都站在保护人民的第一线。那我们台南市呢，这治安的满意度呢，都是名列前茅，都第1名的。那今年特别有一点有意义的就是呢，取消了绩效的评比，将整个以往呢，将这个养案起案件到尾较伫当的春节因为加分数，所以较凸显到伊的绩效。这个问题呢，若甲取消掉了，我们办案就习之以常。平常我们就很认真的办案，就1年4季全年无休，都为了百姓的治安满意度治安的这个安全呢，在努力打拼。所以仅代表台南市议会来向警察局呢致上慰问金。那我们最近的警察局的人事的调动非常的频繁，那造成了地方呢包括分局长一个调动都大幅度的让这个地方人心惶惶。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信警方，警方绝对有能力，是力量的延伸，不是呢在搞一些的政治的斗争，都不是，都是力量的延伸，在安定市民，如何保障市民的安全，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好年。在此呢仅代表台南市议会，希望我们警察所有的同仁全体加油，让台南市的治安呢勇往直前。也因为过年的脚步愈来愈接近，这段期间警方也伫交通、民众外出、护操等方面来加强。新任的警察局长方扬宁也呼吁民众要多加注意家己的安全。这一次的这个重点的工作，我们着重的还是在服务，取代以前的绩效评比，我们用服务的成绩来作为各分局的一个绩效的评比，希望借由这个提升服务的品质与效率，来让我们民众能够安心的过好年。在这边我也特别呼吁我们市民乡亲，虽然我们警察很用心用力的来保护各位的安全，但是我们还是要自我提升防护的能力，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出门在外，随身的财物要记得把它看好，然后接到陌生的电话，千万不要被诈骗，一定要跟我们警方来联络。遇到可疑、遇到不法的事情，要勇于举报，我们警方绝对有能力置宵小于这个没有办法运作的一个境地。希望借由大家警民的合作，共同把我们台南市的治安以及交通做好。今年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对3号暗时的10点开始，一直到17号暗时的12点为止，为期15天。警方也将会扩大来执法，采用路人配合。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过年脚步愈来愈近，市警局第1分局嘛呼吁民众若护草甲厝外等需求，拢会当甲因联络。同时，警方过年期间卖伫重要的交通热点进行疏导，互民众会当安心过好年。农历过年是民间非常重要的节日，家家户户拢会做相关的准备。台南市警察局第1分局为了让民众会使安心过年，如果家中有需要外出来巡逻，或者是护操等需求，拢会使来甲因联络。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1分局分局长方国喜。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也提醒大家，面对疫情要更谨慎，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过年期间，警方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的3大主轴工作，分别是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
因此规划了举家外出的巡逻、护操、交通疏导及取缔酒驾，也会设置机动派出所。第一分局的警察同仁在春节期间会持续强化治安交通的工作，和各位市民朋友们共同迎接平安顺心的新年。过年期间的交通问题也备受民众关心。第一分局交通组的组长会强调，因将会运用24小时的监视系统来了解道路的状况，如果有出现问题，就会马上派警察人员来到现场解决。有计伫过年期间投入400位的警察，提供民众优质的道路环境。春节连续假期期间，台南市警方会努力做好交通疏导管制，有效防治交通事故，取缔重大恶性违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届时春节连续假期期间，预计投入警力400人次，协勤义交187人次，加强交通秩序整理及指挥疏导勤务，让民众安心过好年。警方会有几项的措施，我们会利用科技的设备，将路口监视器画面由勤务指挥中心24小时值班人员主动监看交通路况电视墙，发现有道路拥塞时会主动通报交通局，随时调整号志秒数，延长路口绿灯来疏解车流。另外，我们会启动交通快畅机制，线上巡逻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及时排除及疏导，也会及时连线警察广播电台及地方广播群组，及时将最新的路况提供给用路人，替代道路的改善方案，有效来疏解车流。同时，组长也再次呼吁民众在连假期间开车要注意，确保行车的安全。最后提醒大家，连假外出不疲劳驾驶，不要酒驾，不要超速，确实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行，行车平安过好年，交通顺畅来团圆。过年期间，警方也无休困，民众如果有需要，嘛会使向当地派出所来联络。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疫情，市府伫加强防疫同时，嘛同步规划民众安心好过年各种作为。其中的整下店市有外早年菜安心餐厅、甲在地特色商品以及农特产品的专区，让民众办年会、买年菜、轻松上网，得当好好享受。一定爱食较澎湃来慰劳家己，不管是破秋礼，或者是年会、年菜，拢是一定爱穿便便。所以，市府观光旅局特别整下超过28间台南安心餐厅，推出各种特色外早年菜料理。同时，伫采买年会方面，嘛精选200间优质的店家以及农渔会产品，共同推出线顶购物平台，让民众上网地当采买。商务市长吴伟铁嘛卖力宣传，互春节期间安心防疫的同时，嘛当享受台南在地好滋味。小至个人，大到家庭，甚至大到企业我们还有这个吃春酒的一个方案我们都希望能够满足到现在现今社会的一个现况这也是我们市长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那个做得更好，过得更好。那我们呢，当然在这么多的一个服务内容里面呢，我们也很期待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最安心防疫的一个前提、安心的一个前提之下，可以来到我们台南来安心的一个消费跟购物当然，我们在防疫当前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下，我们还是要做有限度的这个春节的活动。那兼顾防疫以及春节的气氛，那所以我们除了提供年菜外送之外，我们在春节期间有许多购物的这个选项。那当然，春节期间南来北往是无可避免，但是我们也会一定在坚守防疫原则的情况下，尤其今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会公布一些景点的人流管制的部分，台南市政府绝对全力来配合这个人流管制。那这个我们自己政府这个一定要做好人流管制。那因为今年已经有相当多的年货大街都已经取消或延期，所以说相对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台南市是观光大市，所以对于景点的人流管制，我们会特别绷紧神经，不能掉以轻心。分由台南一起购。
同时，今年过年，台南真侪间餐饮业者甲观光旅游业以及2间外送平台，嘛拢共同响应，提供医护人员相关的优惠专案，就是要做回来消停医护。感谢第一线防疫英雄，嘛要互大家拢感受台南真正足甘心。台南新闻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据大安南区的黄秀丽阿嬷已经74岁，不过伊为了完成求学的梦想，去年报名就读成大高工制度科，最近才得成绩单，发现竟然是全班第3名。伊对来感谢成大附工愿意收伊年岁遮大的学生，未来毕业伊嘛考虑继续读大学，活到老学到老。今年74岁黄秀丽阿嬷，过去因为种种的因素，无继续升学，只有初中的学历，但上进求学念头从来毋捌停过。第一届骑机车的途中，看到成大附工这个学校招生的报条，互伊鼓起勇气，打电话询问学校，敢有意愿收伊年龄遐尔大的学生。想袂到学校的答复，也互黄秀丽阿嬷将会当完成家己求学的梦想。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初中，以前的初中都要联考。因为某种原因，就是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读高中。一直到现在都觉得说，好像有些没有完成啊。来，红绿灯停下来看，右边有那个那个布条就是写成大要招生嘛。我就把那个电话抄下来。经过好几天以后，我就打电话去问啦。我说你们要招生哦，我先问他有没有年龄限制，他说没有啊。我说我是37年次呢，这样会不会收啦？那个接电话的人说会啊，不过要有毕业证书。他们那小姐就说这个导师很好，很有爱心啊，但一定你们会喜欢啊呢。他就叫一个学长，他就把我带到那个教室去。虽然年龄较大，记性无少年人遐尔好，但是黄阿嬷靠着努力甲毅力，这学期嘛得到第3名的好成绩。他们也都希望说学生来可以学到东西，就很认真的教我也很认真的学，只是说我就是学很快就忘记了。今天听，因为我们一天有5节课嘛，晚上这一节课听完了，下一节又要换别的，你就一天5节课下来，你看都会混淆。为了学习制度，阿嬷不但买了新的电脑，嘛常常伫厝内底练习手绘制度，努力学习的精神，嘛带动了班上同学学习的心。伫成绩单上，导师刘斐星写予伊的评语是：勤勉不懈，热心向学，是全班的楷模。就此鼓励黄阿嬷爱继续努力向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迄个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过年期间，真侪大型活动因为疫情纷纷停办。不过，位伫安定的黄目枝故事馆，因一年一度的早春活动目前并无取消，而且今年馆内特别增加限量珍藏的日本漫动漫公仔，相当有看头，而且民众遵守防疫规定，前往欣赏。这礼拜黄目枝故事馆伫安定公所合作，特别展出一座航向未来花灯，加添过年的喜气。
当然，讲到过年，侪侪亲子每一档都会习惯来遮行行踅踅，体验古早味的农具甲佚佗物仔。所以每一档负责人嘛拢会创新。今年上特别的，就是开卖50万收藏动漫的公仔，包括第一代海贼王等等，每一款都是限量的珍藏。有现在上流行的鬼灭之刃，全部拢是日本原装进口，外口较看袂，伫遮拢有，嘛，互来参观的学生欢喜甲。东西很多，不是只有无患子，然后收藏的东西也很特别。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然后也很少看到他的公仔，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收藏的价值。来这边既可以参观，然后又可以体会到一些古老的一些果实，以前是怎么样，古时代的人是怎么样洗剂，然后外面又有一些像公仔，小朋友又不会觉得无聊。今年疫情的关系，真侪大型活动拢取消，所以市长黄伟哲嘛专工来到黄木子故事馆推荐健康防疫个趣味的早春。礼拜来到故事馆的市长，受到学生热情欢迎，又来做伙留下纪念。会长嘛甲小朋友如同讲啊，并且伊参观上新的公仔展览，看甲入迷相当兴趣。不管是故事馆也好，不管是这个玩偶也好，都让孩子们玩得尽兴。还有许多传统的这个玩具，那可以让他们重温许多大人童年时候的一个玩具。那五宝是立基在一个安定的一个非常非常质朴的农村的一个企业，那也生产许多这个对环境友善的这个清洁用品。那不但是没有刺激性，而且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那我们很谢谢这样的一个企业，那能够在寒假时期能够兼顾学童的孩子的这个过年过节苦于没有地方去，因为很多活动都取消了。那他们举办这个有防疫意味的这个清洁的这个寒假，我们希望说大家来玩得尽兴，玩出健康，玩出防疫，玩出这个古早味。因为囡仔较爱看一寡迄个无共的啊，你有小汽车，拢查甫就较爱看，但是你嘛摕一寡迄个红啊，囡仔有查某囡仔看安尼。因为迄个收集啊，即是讲，加感觉有兴趣无毋对，但是嘛是讲囡仔足爱看遮有诶无诶，咱用这互囡仔看讲伊动漫的物件会当伫遮看实际的物件，会当现场看呢，包括航海王，有过来种伊足少人咧摆这种笑容看呢，我规拢透出互大家看，就是讲迄个家己嘛是感觉有兴趣，有兴趣无但，现在迄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安尼。日本动漫公仔顶8大主题精彩活动，大家全家大细做伙来佚佗。不过负责人嘛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挂催暗，加强相关的消毒加室内管制。一旦中央规定禁止组织，活动嘛有可能会取消。所以请大家出发进前要注意黄木子升级公司伫网站的公告。今日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为了让妇女朋友会当水水过新年，静心升级伫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除了让报名参加的妇女免费体验一项新的美容技术，同时更邀请专家甲大家分享如何将美容结合行销，获得大家学习第二专长。爱水是人的天性，如何将家己变水，更是每一个人拢想要学习的。景星星技公司特别规划2022金牛立春冻龄美容以及头皮 SPA 新技术课程，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教导妇女也就是想要学第二专长的朋友，学习到简单的科技美容技术。我们金星生技开的这个冻龄的课程是针对比较现在市场需求，因为这种新的技术呢，我们在大学端其实在很早就开过了哈。那我们今年高职端就华德公家，还有我们劳动部的产业尖兵，我们今年都有把这个课程都推上去。那其实，在我们教育部认定这个比较新的高科技课程，而且在我们业界里面也是最夯的，也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课程，第一个我们早就带给学生，希望说能够在职场能够提前来教这门的课程，让他们在职场上有一个竞争力哈。那学校已经办了这么多年，那教育部也认可我们这个技术，劳动部也认我们这个技术，说我们在失业职训的部分，让学生在就训之后呢，他们在职场上
真的有它的用处哈，也让他们在艺技上都有一些成长哈。那我们这次办了这个技术的课程，我们希望说，头皮的课程还有护理的一个皮肤呢冻龄的课程呢，把它技术能够再推广出去哈。那因为我们希望说这次的推广，我们可以推广到一些弱势的妇女或中高龄，他们想要在这个职场上能够进一步从传统跟别于传统的一种科技美容。美容课程除了会当学习到熟女抗老保养、科技冻龄、头皮 SPA 等，活动更邀请到台南大学经营管理系副教授肖永章，甲美容从业人员分享如何将技术甲市场结合，扩大行销的版图。今天主要是搭配那个静心科技他们的产品发表，然后最主要我来帮忙协助学员呢，有关于讲授。创新产品怎么做行销？那会搭配，比方说，产品的功能，然后顾客的痛点，以及结合这两个，怎么把这个产品推到目标顾客的身上。静心设计公司表示，妇女朋友若是想要学习美容性技术，拢欢迎会当向公司报名。第一提出的课程也将伫咧春天正式开课，而且公司嘛有提供弱势妇女免费辅导，欢迎大家爱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经过3档，台南就将赢者建成400档，其中高职位护甲营运嘛是一大焦点。据了解，去年虽然受疫情的冲击，不过台南高职景点的营运等到成长，甚至已超过1亿8千万，创下历年来上悬纪录。虽然2020年初开始就被疫情威胁，观光旅游业大受冲击，不过咱台南不止艺文活动全年无停困，包括山上水稻博物馆、做定化石园区的开幕，双双突破75万参观人潮，加上台南美术馆开馆2档，竟去200万参观人次。文化局都表示，高招创意商品不断换新，拢是吸引的焦点。所以统计起来，高招景点的营运达到成长19%，超过1亿8千万，创下历年来上悬纪录。去年虽然正逢疫情的状况，但是我们在整个古迹区还有各个园区博物馆的营运上，在同仁大家的努力，还有市长大力的行销之下，那一样在总营业额突破了1亿8300万，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好的一次。那我想，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就是国内旅游在这一次的疫情的推波之下，那其实获得大家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古迹还有其他的园区博物馆共同来参与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些活动。文化局进一步表示，今年开始市立图书馆新总馆开幕，迈入第2个100年的里程碑，加上历史街区的振兴等无形文化资产的数量，台南已经是全国表现上好。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才是好天，有时这份的天气，温度20度到23度，白落雨，海面边管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3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